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623页的最后一大段了。那这边是写6颠倒之，那应该是把这个6呢改成7，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第7个分类呢。那第7个分类就是所谓的颠倒之。那什么叫做颠倒之呢？就是对于字之趋路径呢产生错乱的了之呢，这个是颠倒之的现象。那我们一般呢就是讲说知是兔角的分别呢，就是知是兔子角的这个分别之呢，就是所谓的颠倒之。为什么它是属于颠倒之呢？因为它对于字之趋路径呢，就是它对于自己的趋路径产生了错乱，就是兔子角呢是不存在的，但是它把兔子角呢执为存在的这一点呢，所以是由它对于自己的趋路径，就是把没有执成有，然后产生的这种错乱的了之呢，所以称之为是颠倒之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在讲说，对于字之趋路径呢产生错乱的这个了之呢，是属于颠倒之的现象。那同样呢，在现象的最后面呢，谈到说的了之，那了之呢提到说，颠倒之的体性呢，就是一定要是属于新的法类。那它的作用呢，就是对于说自己的趋路径呢，然后产生了错乱。所以呢，对于字之趋路径产生错乱的这种了之呢，就是颠倒之的现象。那我们一般在讲颠倒之的意思呢，就提到说它是一种错误的一种了之呢，所以叫做颠倒之。那在这边呢，就是要区别一下颠倒之跟错乱之二者的差别。凡是颠倒之呢，一定是属于错乱之，但是错乱之呢，不表示它是颠倒之。像是以分别，因为凡是分别之呢，它就一定会是属于错乱之，但是不表示所有的分别之呢都会是颠倒之。所以呢，只要是颠倒之呢，一定会是错乱之，但是错乱之呢，不一定会是颠倒之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第二段呢，第二段提到说呢，颠倒之的分类呢有2。那第一个呢是属于分别之的颠倒之，那第二个呢是属于无分别之的颠倒之。那所谓属于分别之的颠倒之呢，就是说它本身呢是分别之又是颠倒之的呢，就叫做分别之的颠倒之。那它本身呢是属于无分别之又是颠倒之的呢，就是属于无分别之的颠倒之。那我们为什么会提到说无分别之的颠倒之和分别之的颠倒之？那乃至于说我们在讲说新的法类呢，在去分类的时候呢，可以分为像是所谓的分别之和所谓的无分别之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去分类呢？这种分类呢，并不是说因为有了量论，或者说有这种解释量的经论之后呢，然后好像是透由释量论还是结量论呢，开始告诉我们有所谓的分别之和无分别之之后呢，才会有这2种的差别，并不是的，而是分别之和无分别之呢，它是本身呢就是存在我们的心绪里面，而且呢是我们自己可以察觉的。因为呢，我们可以讲到说，所谓的分别之呢，它就是掺杂异共相显现的这一种呢，叫做分别之。那不需要掺杂异共相显现的这种呢，就是无分别之。那这个同我们自己的经验呢，本身的经验呢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就比如说桌上放一个瓶子的时候，桌上这个瓶子你看到就是看到，你并不需要透由你再去显现一个瓶子的影像，然后你才见到瓶子。所以桌上有瓶子，我们直接看到的这一种呢，它就是属于无分别之，因为它并不需要掺杂着异共相。那掺杂异共相的显现呢，就比如说大家现在坐在家里面，那今天是放假日，大家坐在家里，但是呢，虽然是假日坐在家里，但是你可能会想说，哦，今天在公司，就是明天去公司要干嘛，或者说前几天在公司呢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处理，什么事情，或是公司有什么样的情况呢？那这种就是透由影像的显现，就是透由显现项呢，你去了解的，或是掺杂异共相显现呢，然后你所去了解的，那这种呢就是所谓的分别之。所以分别之跟无分别之呢，并不是说量论出现之后才有这个东西，而是它本来呢就存在在我们心绪的了知里面。这边呢，我们就讲到说呢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要对于说像是二圣六庄严或是17般智达呢，升起信心？那乃至于说呢是世尊，因为世尊就更不用讲。为什么我会对于世尊还有这些以前像是龙树无着等这些大般智达，我们为什么会升起事实呢？我们会为什么会对他们升起信心呢？我们对他们升起信心最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他们所讲的这些经论呢，是完全符合于世间的，而且呢，他们所讲述的内容和我们心所显现呢是完全符合的，就是透由这一点呢，我们才会对世尊以及像是二圣六庄严17大般智达等呢升起信心跟敬心。我们对他们升起信心跟敬心呢，并不是因为说世尊呢
他会飞，或是17大班智达呢，他们本身会飞，或者说呢，他们具备什么样的神通，还是说呢，他能够给予你所想要的这些需求，他能够赐予给你，并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以龙树菩萨来说的话呢，龙树菩萨呢，他造的中观根本慧论呢，中观根本慧论是他为什么会造这本论呢？最主要呢，就是因为说他对于世尊呢升起了信心之后呢，对世尊写的一个礼藏文，所以这个礼藏文呢叫做中观根本慧论。那龙树菩萨是如何对世尊升起信心的呢？最主要呢，就是因为说世尊呢，他讲述了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，而且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呢，是世尊呢最初讲述的，而且是完全符合于事实的真相，所以由此呢，而对世尊升起了不共的信心，而写下了对于世尊的礼藏文，然后命名为中观根本慧论。他龙树菩萨对世尊升起信心最主要原因呢，并不是因为说看到佛陀有神通，佛陀在天上飞，并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因为龙树菩萨出世的时候呢，世尊已经入灭了，所以他是没有办法直接看到世尊呢展现这些神通的。但是他透由佛陀所讲的这些言教呢，而升起了信心。那所以同样呢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呢对于二圣六庄严这些祖师，或者说17大班智达世尊呢，能够升起信心，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言教呢是符顺于事实的真相，所以才会对他们升起信心。那尤其像我们现在在学习有关心类的这些法类呢，那心类法类的这些讲述呢，最主要都是出自于就是无着还有世亲菩萨他们所造的典籍里面，所以我们是透由他们的言教呢，然后去观察之后发现说是符顺于事实的缘故呢，才会对这些祖师呢而升起信心以及敬心的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可以透由这边去观察我们自己的内心，就是对于像是龙树菩萨、无着菩萨、世亲菩萨呢，他们透由种种的这些理路，以及透由他们研阅佛陀的经论之后呢，他们可以铸造出这么多的解释，然后呢去讲解佛陀的理念。然后讲述佛陀他所要教我们的东西，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在二圣六庄严出生的时代，其实并没有所谓的这些机器或是科学的仪器呢，可以去观察。他们最主要呢，就是透由自己的师者理路的辩证之后呢，然后得出了这些他们学习佛法的这些经验的一些总结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反观我们自己的内心，就是呢，如果说像对我们讲述成佛之道，对于二谛、四谛这些内容以及成佛方法的，像是龙树菩萨、无着菩萨呢，他们在我们的跟前。那以及呢，旁边有一个人呢，他可以展现神通，然后呢立刻飞天遁地的这种人呢。那这两位呢放在前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心里会对谁升起信心呢？自然而然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会飞的人呢，然后会信神通的，我们会不由自主对这个人呢，就是产生信心，会觉得这个人好像很厉害。但是呢，对于说真正告诉我们说二谛、四谛乃至成佛之道的龙树或是无着菩萨呢，我们并没有办法升起如是的信心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比方说，其实我们的心呢，并没有安住在就是正当或者说安住在应该安住的状态之上，所以才会对于那一种一视现神通或是看到一个能飞的人呢，我们心就不由自主对这种人呢产生信心，然后原因就是在这里。